也是祝每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8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创世纪49章第1节到33节，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宽免。虽然圣经的记载拢是咧讲上帝救赎的计划，救恩嘛是基督徒追求敬拜上帝终极的一个目标。但是更较重要的是，圣经的内底充满着宽免，迄是因为人有人性有总是会软弱，常常会离开上帝的道路，也阁因为上帝是一个怜悯阁慈爱的上帝，所以就差遣济的先知啦安尼真用心来甲咱宽免。真济信仰的前辈嘛，对因的后代有真这个提醒甲宽免，那亲像创世纪49章第1节到33节咱所看到雅各对伊的囝儿所讲的话。雅各叫所有的囝来，讲恁着自责来，我要将恁以后会拄着的事甲恁讲。雅各的囝着自责来听恁老爸以色列的话。如便你是我的大囝，我的情力。是我永壮的时所生的第一个囝，应该极其尊严，气力超群。毋过你亲像四架枪的大水，袂当搁徛中间做大，因为你爬上恁老爸的面床，爬起来我的床铺，甲伊拍拉散。西面甲利未是兄弟，因的刀剑是残忍的武器，我的心神毋通甲因共无，我的身份毋通甲因来参详，因为因伫受气的中间杀死人，乱使挂长牛的大腿筋，因会受气猛烈会受咒诅，因的大受气残忍会受咒诅。我要分散因伫雅各家，拍散因伫以色列逐支族。犹大你的兄弟要学了你，伊的手要对着的暗领，你的老爸的囝要屈服伫你的面前。犹大是细正狮，我的囝，你掠着蜡笔，就倒去洞穴。犹大拍伫亲像狮公，倒的亲像狮母。啥人敢惹伊？王权无离开犹大，伊的后代久长来统治，万国会来进贡。万人拢会来归顺。犹大绑细只梨仔伫葡萄树，绑梨仔囝伫上好的葡萄树。伊用葡萄酒洗衫，用葡萄汁洗衣服。伊目睭因为啉酒酒红，伊的喙齿因为啉奶白。西布伦要徛起伫海边，要做拍船的港口。伊的境界会到伫西顿。以撒加是勇壮的驴，倒伫伊爱的两骹蹄仔中间。伊爱安静徛起，留伫肥水的土地。伊肩胛头来担，诚做苦工的奴隶。但要为着家己的人民主持公道，亲像以色列伫别个支族，但要做路年的蛇，做路中的毒蛇，甲马的脚后顶，互骑马的人滑倒来向前来摔落去。上主啊，我在听候你的拯救，家己要互对敌来追赶，毋过伊颠倒要追入伊的脚后边。阿瑟的物产丰富，拿弗他利是解放的龙母，生可爱的大囝，玉色亲像水泉边的野梨仔，亲像山峦仔顶悬的野马。邪钱的人用命攻击伊，用箭射伊，追入伊。毋过伊挽靠雅各的大能者，伊的颈犹原红。伊挽靠以色列的牧者甲石盘，伊的手犹原有力。你的老爸上帝要帮助你，全能的要赐福予你。
伊要赏赐你天顶的福气，深恩稳重的福气，互你子孙真济，终生兴旺。你的老爸的祝福赢过永远山岭的福气，超过自古以来山峦仔顶悬的毫米。这个福气要降临伫玉石的头壳，降临伫对兄弟中间拣出来迄个人的身上。平仔面是凶猛的豺狼，早起时吞食伊的肉物。下昏时闻伊所唱着的，这个是以色列的12支族。因的老爸照因，逐个人应该得到的福分，甲因祝福。雅各吩咐伊的囝讲：我要倒去我的列祖遐，恁着将我甲我的祖先埋带做伙，埋葬伫赫人甲以弗伦残影的洞穴，就是伫迦南地万里的对面。未比那的残影的洞穴，是亚伯拉罕对赫人以弗伦所买来做墓地的产业。伫遐有埋葬亚伯拉罕甲伊的某撒拉，搁有埋葬以撒甲伊的某利百加。我嘛伫遐埋葬利亚。遐迄区园甲迄内面的洞穴是对赫人买来。雅各对遐的囝交代清楚了后，骹交起来，倒伫眠床，开着灯，转去伊的祖先遐。伫新约的记载中间，保罗是初代教会上重要的设立者，也是这个劝勉者。特别咱看见着伫面对济问题的哥林多教会时阵，伊提出真济真好的教导甲劝勉。咱也特别看到咱所识的听的真谛，也出自保罗的劝勉。对于教会内底救恩，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，对哥林多教会提出劝勉，伊讲：恁中间若有人甲别个信徒有纠纷，无伫信徒面头前甲伊告，那敢对无信的人来告伊？恁敢毋知信徒要审判世界？既然要审判世界，敢袂晓得解决小看代志？恁敢毋知天使拢知要审判？对即世间日常的代志，佮较毋免讲。即款代志，恁敢通交互无受教会尊重的外人处理？恁实在是真见笑！恁中间敢真正无有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通判断信徒中间的是非？恁竟然有信徒告信徒，甚至告甲无信的人面头前，其实恁相信，表示恁已经弄输啦。恁若毋宁可受冤枉，若毋宁可受亏欠，恁颠倒冤枉人、欺亏人，甚至对会内的兄弟姊妹嘛安尼做，敢毋知不义的人袂当做上帝国的子民，毋通骗家己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做男娼的、好男色的、做贼的、贪心的、酒醉的、诽谤的。早起的拢袂当做上帝国的子民。恁中间有人以前是安尼，毋过恁已经洗净去，已经圣化归上帝，已经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佮通过咱的上帝的神，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所以基督徒就爱谦卑，心内柔软，听叹劝勉，才会当听见上帝的声，才会当得到救恩。诗篇130篇，上主啊，我对深恩求告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。上主啊，你若袂记得人的罪过，主啊，什么人徛会牢？总是你的赦免人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仰望你的话。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听候天光更较迫切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更较迫切。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有救赎的大权能。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因一切的罪恶。感谢主比人民的上帝，找紧信仰的前辈教会牧长时常来提醒劝勉阮，互阮有机会来回转，行着上帝的正道，来领受主的救恩。求主帮咱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